伫个家己竹崎的金西社区呢，早期是用贵竹仔来做纸，后来是因为这自动化的生产，所以互这款手工做纸的这产业全失落去。即马社区呢是来结合行托，也佮有做纸的体验，希望会当传承这款传统的技艺。从外地来民众去到纸了为主，小介在地做纸的过程较功夫。伫咧家己县竹崎乡山区的金西村，村民较早挖沙食沙，利用竹仔发展做纸的产业。社区里村长讲，迄当阵家家户户拢咧做纸，做纸是金西村当地主要的经济来源。台湾是每一户拢有做纸的，啊若算讲无会做纸的厂，就是挖人的厂，安尼。咱50-60户、50-60个纸厂。有诶较竹仔较济，就是一户一个；啊，若较少诶，算挖迄大户安尼。为着要延续在地历史甲做纸的技艺，社区利用文化区的体验活动甲行读，互参加的人除了学习竹仔的运用甲做纸的过程，嘛会当来认识金西社区较早做纸的历史。他是真的拿就是以前这些用竹子做的纤维，让你直接去。体验把它做成纸的感觉，我觉得蛮有趣的。社区里村长表示，较早因生产的纸主要拢是拜拜用的金纸，后来因为变为过机器设备，做纸的产业豆豆就安尼来消失。希望透过文化季的活动，让少年人知影较早做纸的过程，嘛渴望透过这段历史，会当替地方各找到新的发展机会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